光替你哥伤心，就不替你小男人高兴啊？姐，你闭嘴！行了，饭团子，你放心，我去清水一定把你哥给救出来。实在不行，我去跟皇上说，我把这个钦差还给你哥，这样总行了吧？阿诺，你不要哭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就跟着我们走吧。我们一起去清水，找到你哥哥，把案子查清楚。到那时候，说不定皇上开恩，会封你哥哥一个更大的官呢。到时候啊，我就让阿丑跟着你哥哥当差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凭什么？闭嘴！姐，你也不管管阿丑，他一见面就欺负我。他又怎么欺负你了？他说他要娶我做二房。姐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已经给阿丑找人了？阿诺，你听他的，他呀，那是气你呢。你看看，就他那样，如果不说他是钦差，谁会看得上他呀？不要紧，你放心，有姐在，他不会欺负你啊。阿丑，过来，给妹妹赔个礼。行了，阿诺，别生气了，我以后学钱老龟，只管哄你高兴，再也不气你了，行了吧？回来，去哪儿啊？我还没吃东西呢，回房间吃点东西不行啊？拿来什么？圣旨啊！你就让我拿回去看一眼嘛。拿来。说好了的，我替你保存的。这可是皇上的旨意，你敢抗旨不遵？姐，你得看好了，再丢了圣旨，我可救不出小白脸了。姐，你听他又胡说了。这算什么胡说？我说小白脸那是夸你哥呢。阿诺，别理他。除了这些，明相还有什么话吩咐吗？明相让我跟您说，这回钦差下来要千万小心着，不能露了一点马脚，特别是那位姓陈的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位钦差见到他。我就知道这个魏老儿不会就此罢手，他奶奶的，这回又得往清水县跑一趟了。明相说了，这一回如果出了岔子，明相那里是再也保不住您了，所以该下手的时候就下手吧。就算皇上怀疑，只要死无对证，拿不出证据来，总能拖得过去。可这回派的钦差会是什么人呢？明相说，上回为了儿栽了，这回举荐的人很可能是一位皇亲国戚。你回去禀告明相，就说和安这边请他放心，只是朝廷那边要有新的动作，请尽快给我个回话就是了。
姐，阿诺呢？阿丑，你这一大早上你干什么？我问你，阿诺呢？阿诺昨天就睡在这儿，是不是起夜去了？姐，你看看圣旨吧。圣旨怎么了？圣旨没了。我就知道。阿丑，这位客爷，您这妹妹是不是有夜游症啊？都快走到井边了，我才把她抓住。这位大哥，真让你说着了。我这个妹妹啊，平时醒着的时候挺机灵的，一睡下就犯糊涂。今儿个得多谢你了。阿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只是想气气阿丑。如果你只是想气阿丑，那你就赶紧把真的拿出来。这个是真的，我拿的就是这个。我因为着急拿了就出去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来得及看。你可跟姐说实话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姐，我保证，我有半句瞎话的话，我就死在这儿。我真的拿的就是这个。阿诺，阿诺，英姐，哎呀，姐，你别着急，真的在我这儿呢，别着急。真的怎么跑你那儿去了？我就知道昨天晚上你会偷，就你那点鬼心眼儿，我还不知道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想让我着急，我还想让你着急呢，咱们俩看谁着急。你个笨蛋，急了半天是你姐才真着急呢。你想气我，气着了吗？还不是把你姐气成这样。阿丑，你快把真的拿来。你站到那边去，站远点，再远点。阿丑，姐，你别生我的气，我不是真的要把圣旨偷走的，我只是看着阿丑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气不过，我只是想让他急一急。你想让我急，咱们俩看谁急。谁急？我急！你个混球你！阿诺，当初阿丑偷了你哥的圣旨，假冒了你哥的钦差，是他不懂事。你可不能这么想。你以为你拿了这圣旨就能给你哥哥用吗？这圣旨上清清楚楚写的是阿丑的名字，在和安府清水县有几个不知道阿丑的？就连你哥哥也是大家都知道的。阿诺，就算你拿了圣旨，就能算在你哥哥的头上吗？英姐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又不像阿丑那么笨，我知道这个理儿，我只是想气气他嘛。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抓得我脖子现在还疼呢。姐，他也没说他是谁，我着急把饭团子领回来也没问。阿丑啊，不用问了，我知道是谁。阿诺，以后可再不要做傻事了啊！英姐，我知道了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着急了。我急着赶来，就是怕你们掉以轻心。这回钦差要是在和安歇脚，我总会想办法把他拦住。可就怕他不来和安，直接来这儿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了。田庄主，我听说钱奎把姓陈的抓了，还关在县衙里吗？周大人，这个事儿怪我少说了一句话，钱奎就把他抓了。我想钱奎呀，是吃姓陈的醋。田庄主，你就不要替钱奎遮掩了。哼，周大人，
说起来真让人气恼。人呢，我已经找好了，银子呢，我也付了一半，就等着姓陈的上门送死了。没想到半道上让钱奎给劫了，劫就劫了吧，他还大张旗鼓的把人押回县城，唯恐人不知道似的。他倒是长了脸了，可让我再怎么下手啊？田庄主，你别怪我说句不中听的话，你是不是想让钱奎结交那个姓陈的，给你们田家留条后路啊？周大人，你这什么话呢？啊，钱奎既然已经把你抓了，就抓了，让他关吧，这总比他在这个清水县四处找人找证据好啊。田庄主，你别怪我多心呐。常言道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我是担心你们有私心呐。今天我把丑话都说在前边。田庄主，郑大人，这回钦差来，要是有谁真露了底儿，咱们三个谁都脱不了干系。最好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就是周大人手里的一把刀，你让我砍谁，我绝没有半个不字。周大人，你放心，我的话，钱奎不敢不听。这就好，绝不能让新来的钦差和他见上面。田庄主，你速叫钱奎放人，脱了这层干系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他离开清水，干干净净的处理掉。小姐，姑老爷敢把人领进家里来，我看呐，不会有什么事儿。外面人传那些闲话，你别再信了啊。徐妈，哎呀，我心里总是慌慌的啊。钱奎说，那个姑娘长得水灵着呢，郑天寿和姓陈的新差都喜欢的不得了。他要是把我比下去了，下人们会不会说闲话？敢？哼！再怎么着，你也是这个府里的小姐主子。哎，小姐，要我看呐，既然姑老爷说是给老四说的媳妇儿，我看，哎，就不如尽早的呀，给老四圆了房。一来呢，也了了老四的心愿；二来呀，府里也多个人儿跟你说说话，你说行吗？还是让我先看看再说吧。老爷，您回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啊，徐妈，哎，你，徐妈，考着身上可利索，我可不那儿的小瞧了。哎呦，小姐，我看他们呢，也只是看个新鲜。哼，我就不信了，他们呢能比过我家小姐。哎，我先去看看啊。那，这是给你的，事儿办好了，回头还有赏。走。夫人，瞧瞧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模样还可以吧？怎么这么没有规矩呀？快给夫人行个礼呀！夫人，哎，慢点。坐上，坐上，坐上，慢慢的。哎，坐稳了。听说郑天寿和姓陈的钦差都喜欢你，有这事儿吗？爷爷，咱们刚一见面儿，
就这么说话，人家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多不好意思呀。我看他们是瞎了狗眼。没错，瞎了狗眼，是瞎了狗眼。听说你又会弹琴又会唱歌，弹唱一曲给我听听。别，夫人，您要是想听他唱，等我走了再听。我是真听不得你那声儿。他唱得很难听啊！不，好听着呢。徐妈，哎，小姐，咱们不是收拾出一间房子来了吗？带她去吧。哎，走吧，姑娘。这就是你说那个风吹柳叶、浪摇荷花的女人？那不是逗你玩呢吗？你还当真啦？你老实说，她跟我比，谁更强些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们俩一个是在天上，一个是在地下。燕燕要是在天上飞的天鹅，那她就是在地下爬的个癞蛤蟆。那郑天寿是个生冷不忌的畜生，什么女人他都想尝尝。那钦差大人偏偏不给面子，两人这才打起来了。你说就这么个玩意儿，我能看得上眼？配老四总还过得去吧？哎，我总不能给老四找一个比你还漂亮的女人吧？我就是想找，我得找得着啊！别说咱清水县，就是整个和安府的地界儿，我打着灯笼，我也找不出一个模样比燕燕还好的姑娘啊。人我也见过了，心里也踏实了。嘿嘿嘿，有什么不踏实的？停一下！走吧，站。姐，阿诺，咱们到了，下车吧。阿丑，你到了草桥客栈，怎么不跟姐说一声啊？你放心吧，我早都想好了，你们俩只管听我的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阿丑，红哥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圣旨可是皇上专门为我办的。我这人呢，认死理儿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是叫陈信，还是叫阿丑？我当然叫阿丑了，怎么会叫陈信呢？陈信是那个小白脸儿。红哥，你糊涂了？我一点都不糊涂。你上回给我看的那张圣旨写的是陈信，你又说是小白脸偷了你的东西，后来搞清楚了，是你偷了人家的。这回你又拿了张圣旨，那我就搞不清楚是真的是假的了。怎么搞不清楚是真的是假的？我上回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是偷了小白脸的东西，这回我是真的了。上面写的很清楚，写着阿丑俩字儿，你不认得字儿啊？字儿啊，字儿当然我认识了，可这圣旨万一是假的呢？怎么会是假的呢？我问你，上次的圣旨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上回那当然是真的了。对呀，这一次的圣旨和上一次的圣旨是用的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是，倒是是。哎，就算圣旨是真的，那阿丑要是假的呢？
阿丑怎么会是假的呢？那万一是你偷了一个叫阿丑钦差的圣旨呢？红哥，你笨呐！你想一想，我从一来就叫阿丑，对不对？对呀。那不是我又会是谁呀？你真的叫阿丑吗？不信你去问我姐呀，我打小就叫阿丑。红哥，我再说一遍，圣旨呢？上回那个小白脸已经验过，是真的，肯定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回我拿来的圣旨和上回的东西是一样的，也肯定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是。阿丑当然也是真的，阿丑就是我，我就是真钦差，对不对？我脑子不够使的了，你这弯弯太多，我都糊涂了。要不就这么着吧，我不管你是真钦差还是假钦差，反正我只当你是我的一个好兄弟。不过那些送你银子那帮家伙可就不像我这么想了。哎，自从你被抓了以后，他们找了我好多麻烦啊。要不是钱大人照应着，我这草桥客栈早就被他们给砸了。你这回虽然拿着圣旨呢，可是也没有个官差替你贺道扬名啊，也没有旁证。你呢又装过假钦差，万一他们又把你当成假的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别怕，原来我是个假的，我都不怕。现在我成了真的，还怕他们不成吗？红哥，你只管放心，这口气我迟早得替你出的。那往后我是跟你叫大人呢，还是叫兄弟啊？当然得叫大人了，我现在是真正的钦差。那阿丑大人，你要是真钦差的话，日后是不是要回京城啊？那当然，等我办好了这趟差，就回京城向皇上禀告。那你会不会带上我啊？红哥，你只管放心，你我兄弟是有缘分。日后我回到京城，不管我当了多大的官儿，我都会带着你。人前呢，你只管叫我大人；人后，咱们依然是好兄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也是个好赌的人。这次我就赌我阿丑兄弟是个了不起的混球。我阿丑兄弟是个大人物。老四，你听嫂子跟你说，那玉姑娘呢，虽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，可模样也说得过去，人看着还老实。你三哥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把她弄到咱们家来了，我看你就娶了她得了。嫂子，这件事儿都是我三哥一个人的主意，我根本就没答应。这又是怎么说的？他跟我说的是你非要这个人，这才和郑天寿争来抢去的。嫂子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他是……哎，爷爷，你听我说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个老四吧呀，他倔着呢。开头吧，是他上赶着看上人家姑娘了，说是喜欢玉姑娘。哎，就为老四这句话，我跟郑天寿是差点人脑子打出狗脑袋来了。这后来姑娘她有点心高气傲，说老四的年龄大，跟着他有点亏。哎，这老四他就心里不痛快了，这才跟我怄上气了。三哥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你闭上你这个嘴，谁还把你当哑巴卖了？燕燕，老四这边我来说，你再去劝劝那位玉姑娘，看看她是什么心思。走。哎呀，来，我给掀帘子。哎，燕燕，来，我给你掀帘子。哎，走。哎，走。怎么了啊？钱奎，我问你，这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啊？一会儿你又说老四要人，我问他又说不是。那个玉姑娘也是吞吞吐吐的。
你是不是又要骗我呀？妍妍，你就别在里边搅和了，这里边的弯弯多着呢。等我把老四劝好了，回头我再细细的跟你说。你呀，也别去找玉姑娘，她的心思我清楚。实话说吧，她是惦记着郑天寿手里的银子呢。哦，要是这样，我倒要劝劝他了。那郑天寿7房8妾的有什么好啊？老四多实在的一个人呀！没错，你呀，也就别管这闲事了。你先回屋里歇着去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老四这屋里一股臭脚巴鸭子味能熏死人。走走走，哎，回屋歇着去，喝茶。回屋喝茶去，走吧。你就答应你嫂子算了。我看那姑娘模样也不错，知书达理，懂规矩，你就答应算了。不行，她是什么地方出来的？你自个儿圆不了谎，又想拿我顶上，我不干。哼，你也真是的，老大不小了。你看看人家姑娘，你长得是有模有样的。哎，你也撒泡尿照照你自个儿，论年龄，论长相，人家姑娘她哪点配不上你？你还想着玉姑娘啊？我说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吧。我下了那么多功夫，都还没捞上手呢，凭你。三哥，我根本就没想着玉姑娘，这是两码事儿，你别往一块儿扯。她怎么就是两码事儿？现在那姑娘就住在咱们家里，你嫂子非催着要给她办事儿，你不顶着，你还叫我顶着呀？你自己编的谎，你自己圆满。我看嫂子也不怎么把她当回事儿。你就说娶她做小老婆，我看嫂子也未必就不同意。你放屁！那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净往我身上推。那你就往我身上推。你老四不还是个光棍吗？我怎么着也是一个堂堂的7品县令，是有身份的，你能跟我比？那有头有脸的也净娶从窑子里赎了身的姑娘，远的不说，我爹燕燕她办那老东西，外边养了好几房，有2房都是从窑子里赎出来的。咱就说戏文里头，苏三、杜十娘，不也是从窑子里出来的？你要娶了杜十娘，你还占大便宜了，你带着百宝箱呢。还有白话里的那个卖油郎独占花魁，你他娘也就是个独占花魁那个卖油郎那身份，你还把高抬自己了。思春院的妈妈都说了，说那姑娘是卖艺不卖身，你说你有什么可冤枉的？我这帮你娶媳妇儿，你还倒拿上劲儿了。没有这么强迫人的。我跟他一点缘分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跟他过日子？哎，谁让你跟他过日子啦？三哥就是想让你帮着顶一顶，过了这几天，你要觉得不好，把他休了不就完了吗？到时候三哥再给你娶个好的还不行吗？不行，你这又想拿我糊弄事儿。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办，不要你再管。你再难为我，我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看你怎么跟嫂子说。老四，你真他娘不是东西！
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也不帮忙，算什么自家兄弟？丫头，站在干嘛呢？顾老爷，老太爷正找您呢。没说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没说什么，只是让您赶紧着。哦，赶快回去伺候夫人吧。嗯。这些日子，姓陈的怎么样了？好着呢，每天有好酒好菜供着，人也吃胖了，也不跟我记仇了，都跟我称兄道弟了。爹，您要是不信，明儿跟我去瞧瞧，你看他跟我怎么说话。钱奎，周知府又来了，明相又有信儿来了。皇上又有新的旨意，又派了一位新的钦差下来了。周知府怕姓陈的露了底，要杀人灭口啊！我的娘嘞！阿丑，说好了不走漏风声的，这几天店小二为什么对我这么客气，还一口一个大人的叫着你？是不是你跟红三说什么了？姐，红三什么都没说，我就是钦差的命。上回来他们把我当成了真的，这回他们还是把我当成真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少骗我你！你是不是把圣旨拿给红三看了？红三又不是外人，我要不给他看，他心里头不踏实。他看了能不传吗？姐，我也不瞒你，我告诉你吧，我是故意告诉红三的。你想啊，上回咱们来，我随便装个样子就把他们都给骗了，结果呢，给小白脸给抓了，他们全都知道我是假的了。我这回要是不告诉他们我是真的，还不被他们打死啊？那你就不能不声不响的去查案子啊？不声不响怎么查？我又没有身份，能查出什么呀？我就告诉他们我是钦差，真的假的让他们去猜吧。事情一乱，才有空子可钻。姐，我说的这些事儿你都不懂，你就别管了。谁呀？进来。阿丑大人，那帮家伙都来了，吵着要见您呢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你让他们先等一会儿，我这就过去。是，阿丑大人。阿丑，你又找了什么人啊？是不是又要收人家银子啊？姐，我哪里还敢再向他们收银子啊？上回收的银子都给皇上赈了灾了，总得给他们有个交代吧？你没了银子怎么跟人家交代啊？又要下许愿？皇上面前我都替他们求过情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你们俩外头候着，没急事不许来找我。是老爷。啊，这书我看过。这几日有点忙，不得空来看你，过得还好吧？钱大人怎么突然对我客气起来了？玉姑娘可好吗？好着呢。就是郑天寿这老杂毛还是不死心呐。哦。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有话我都跟你说得明楚。你能不能起个誓，不和我去争玉姑娘？听你这意思，是要放我出去啊？不瞒你说，有人要杀你，我也保不住你了，只能放你走。你就别管玉姑娘的事儿了，自己逃命去吧。是谁要杀我？你这么聪明的人，还要我告诉你吗？你就听我的话，
赶快离开清水县，别再趟这浑水了。我陈信要是贪生怕死的话，也不会接这趟皇差。我既然到了清水，不查清案子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说你这个死心眼儿，皇上早就罢了你的官了，你还查什么案子呀？罢我的官那是皇上的事儿，查案子那是我的事儿。姓陈的，我实话跟你说，我要是不帮你，你别想查清这个案子。这我明白，我早就算准你会帮我，才和你说这话的。我为何要帮你？你不想让玉姑娘看得起你吗？姓陈的，我帮不了你，赶紧逃命去吧！我不想让你死在我的手里。钱大人，你不用吓唬我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周文正想要杀我，你让他只管在这儿下手。不过有一样，你最好别应他这差事。我倒不是怕死在你的手里，是想为你留条后路。姓陈的，你他娘的还跟我较劲儿啊？你还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呀？皇上早就罢手了，你还在做梦呢？我问你，皇上是不是又派人来了？这回派的钦差是谁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如果不是上面逼得紧，周文正又怎么会急着杀人灭口呢？我早就料到皇上不会就此罢手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这儿等着钦差。如果周文正敢杀我，你就把他的所作所为如实禀告给钦差。这样，或许还能为你自己留条生路。狗坐轿子不识抬举。钱大人，我这可是为你好。老爷，有要事禀报。什么事？看清楚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不会错。哎，我说姓陈的，牢子不锁了，你想走就走，没人拦你。这小子回来了！这小子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要没有金刚钻，也不敢揽这瓷器活。我要不是皇上钦点的钦差，我还敢再来你们清水县？你上回也是这样说的，结果怎么样？还不是让人抓到县衙里去了？没错，是的。他干嘛？他干嘛？你傻呀！你这是干嘛？俗话说，再一再二不再三。我头回来是个假的，你们把我当成了真的。我估计这会儿我二回来还是个假的，没错。你们开始把我当成了假的，后来把我当成了真的。我说你们傻，你们还不承认。这第三回我又来了，我是个假的，我能来吗？你们要是再把我当成了假的，那你们真是傻到家了。你甭在这扯大话吓唬人，你蒙我们2回了，这次还想蒙我？说咱傻还是假？你说你是钦差，把圣旨拿出来让我们瞧瞧。对呀，谁信？什么？你们想看圣旨？圣旨也是你们看的。拿出来呀！皇上给我颁的可是一道密旨，我要拿出来给你们看了，回头皇上问起来，你们担得起吗？我们也不管你是不是钦差，我们只是想要回我们这些银子呀。对，我们才不管你是不是钦差呢？你收了我们的银子，你总不能赖账吧？他不能赖账。瞧你们这点出息，我还能赖你们的银子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那些银子我都替皇上赈了灾了，都买成了粮食送给了饥民了。这会儿早就吃到肚子里变成屎拉出去了，你们还想要银子吗？
你胆儿也太大了，没银子你还敢回来？大点小的嘛。我回来又怎么着啊？你们送给我银子，不就是托我替你们办事儿吗？皇上我也见着了，你们托我办的事儿我也给皇上说了，皇上也答应日后让我找个机会还你们人情。怎么着？皇上都给我这么大的面子了，你们还信不过呀？你口说无凭，我们凭什么就相信这？就是凭什么信他呀？上回我说皇上是六指儿，这回皇上亲自脱了靴子给我看了，左右脚都给我看过。你知道我睡觉睡在哪儿吗？我睡在皇上的大腿上。不可能，我不会请安行礼，还是皇上亲自教我的请安行礼，你信不信？信，鬼信，我不相信。谁能信？谁信？真是。你还不信啊？红三儿他是看过圣旨的啊，对，红三圣旨我看过了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回大人可是真钦差，那你们可不能冲撞了他啊。上回你也说看过圣旨，结果怎么样？还不是假的？哎，我说你，我们不管这真的假的，还银子，还什么银子？我都跟你们说了1万遍了，银子都变成屎了。变成屎了啊！没银子，大臭崽子！阿丑让人给打了，咱要不要管？甭理他。这小子一来就露身份，他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，让他挨2下吧。等快出人命了，再来也不迟。你说皇上怎么看上这小子呢？兄弟啊，皇上的事儿，咱不敢管。皇上没让咱管着他，咱只要护着他，别伤到他就行了。大哥，要我说，咱们还是去看看吧。这么多人都急了眼了，说不定一阵乱拳就要了他的小命了。有很多人要银子，可不是，要不我怎么敢起来叫大哥呢？